下这平安，只是请咱袂倒来糟糕。我要专心感谢你，伫这上帝的面前要唱歌学乐你。我要往你的圣殿跪拜，因为你的慈爱甲诚实学乐你的名，因为你互你的话最大，赢过你所有的名。我求叫你就应我，鼓舞我，互我的心有气力。一条，咱要来唱圣诗，圣诗第8首。圣诗第8首，举目观看，无限穹苍，千万星神布满天空，河海交长，光明地统，宣扬上帝创造风光。日头出现，东升西落，彰显上帝繁荣创造。伊发光辉，照照宇宙。实践大能，方冠万事，请起立来吟全首。Oh
是圣诗头前15页，跟着咱三个来念。愿信上帝，创造天地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主，是灵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定是一个死搁活，显明上帝的真爱甲公义。互咱有甲上帝国和，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手顺过咱，互咱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万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万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受邀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个定睛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听甲做苦，来做一希望的记号。万信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做一少年，用虔诚、真爱甲献身的生活，为荣光上帝。万信上帝予人有尊严，才会甲用土来有对伊的创造，有责任甲伊三角管理的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做误用这的分数，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把好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伐，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正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正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这粒请坐。是咱要来启用伫圣诗后壁第34篇，牵着咱三角来启用，第1059页。启用第34，要称赞上主。我的心啊，要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我的日子总要充满称赞我的上帝。毋通我靠君王，毋通我靠世人，因为咱伊一个断腿就飞土。靠家国的上帝帮助人真有福气。上主你的上帝是你的君王，伊创造天地海马，创造其中的万物。伊永远信实。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伊赐正义互骄傲的人。上主讨放受关家的。上主互公义的法。上主扶持受压制的人。上主疼惜的人。上主保护出国人，伊扶持孤儿寡妇。伊互歹人的路行袂通。上主会永远做王。设下天上的代得称赞上主。这条咱三个暗头来祈祷。亲爱天父，阮感谢你，伫你生的日子，你阁引传阮平平安安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因为你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阮也是受你创造，你试验阮，知影阮行路，阮倒咧，你拢知。你对远远知阮的念头。我坐咧，我爬起来，你也知；我所行一切，你也深知。我甲讲的话，无一句你毋知。你伫我的前后，为我看手伫我的顶面，即款的财物奇妙，我袂测度；尊权我袂到，阮要去倒位闪避你的面？阮要去倒位闪避你的神？我若上天，
你嘛伫遐；我若困伫阴间，你共款也伫遐。我若清早起，天窟会七飞到海头来徛起，就若伫遐，你的心也要引传我。主啊，搁一遍感谢阮的心思，知影阮的意念，看阮有啥物歹所行，带阮行永远的路。遮阮也将阮兄弟当中，咸菜有辛苦病痛，伫病院来出入，也是有长辈爱来照顾。伫阮遮的艰苦中间，咸菜有讲袂出的土气，阮伫顺境甲逆境的当中，会当体会主你伫阮的身躯边，伫喜乐的心，会当互主你来甲阮讨放。阮也看见世界侪的动乱，无论是地动、社会事件的暴力，互阮知影，伫阮的生活当中，咸菜真有空虚，咸菜前途渺渺。但阮知，主你甲阮讲，人活着毋是单单靠食物，阮活着嘛毋是无水通啉，但是欠着你上帝的话。阮搁一遍来到你的圣殿，要听你的教示，对牧师的质量讲出你奥妙的真理。互阮伫正面的生活有好的态度，用你的话成做阮骹前的灯，甲路上的光。阮也要搁伫上时，阮也要守圣餐，搁一遍对圣餐甲你坐道的时，搁一遍承认阮的罪来反悔，就一遍用宝血、用救赎来成做这个事，互阮搁会当拄起阮的拉伤甲误会，转去到上帝的怀抱。阮也为着阮今仔日少年，阮的兄弟无伫阮当中，咸菜有独学，咸菜有主动，无论伊伫逐项所行的事，拢有助力甲因同在。上时也祝福阮在座兄弟姊妹，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甲恳求，罗王是奉靠主耶稣叫圣尊名来求，阿免。一碟好乐，咱要请杨执事来献诗，救主是我的光。
咱感谢委员即师用水的歌声带咱来敬拜上帝。伊唱的即首歌，你若去遐看，伊是记载伫4篇，也7篇吼。就是讲，虽然有军兵战赢讲迄我犹原徛在后壁有一句话讲，有一项事我犹原爱得到，就是徛起伫耶和华的厝，照亮伊的殿，看伊的阳光。咱即是咱来读圣经吼，圣经记载伫罗马书，今日咱要读新约，罗马书第8章28节读到39节，伫和合本218页，伫汉语本178页，现代用本伫242页。罗马书第8章对28节，现着我来读，读到39节。罗马书第8章第28节。搁咱知万项事三甲来，互听上帝人得到利益，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掉的。因为伊所代生先知的，就代先定着因甲因的囝亲同款，互因伫侪兄弟的中间做大囝。个所代先定着的，就调因；所调的，就称因做义；所称做义的，就互因有阳光。论到这个事，我要怎样讲？上帝若为咱之罪会对得咱，伊既无惜家己的囝，为着咱众人献伊，减无煞将万物白白互咱吗？是罪要过上帝所敬的百姓啊！称因做义是上帝，是罪定因的罪啊！基督耶稣已经死，尚且对死人中搁起来，坐伫上帝的大屏，也替咱祈祷，是罪要结断咱伫基督的痛，遐是患难，也是困苦，也是困毒，也是夭饿，也是痛体，也是危险，也是来倒啊！亲像所记载讲，咱为着你的缘故，终日受死，看做亲像要杀的羊。反正伫这事拢总的事，咱对疼咱的伫胜利到有剩，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今的，是将来的，有权能的，是权是亲，也是别个受造的物，拢袂被决定咱伫上帝的疼，就是伫咱的主基督耶稣所有的疼。接咱要请牧师来正道，题目是正面的生活态度，是咱请。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咱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声，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向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引带，互阮伫2026年，阮已经到最后一年中间的1/3。主啊！愿恳求上帝，你持续来带领阮、看顾阮。啊，恳求上帝，你互阮透过你的话，利用各种的方式，互阮会当听见你亲自对阮讲话。所以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阮迫切恳求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帮助阮，互阮对主你的话。来得到利益，得到造就，互阮无论是讲也是听的，拢会当平平得到你的话的帮助。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有一个常常伫教会礼拜提起的故事，可能看到即个插图就知影牧师要讲啥物。两个卖鞋仔的业务，受派到非洲某一个国家来考察，来看迄个国家鞋仔的生意敢做会起来。第一个业务，伊看到非洲足少人穿鞋仔，所以伊就记落来，然后向总公司来报告讲，遮无啥物人穿鞋仔，所以鞋仔卖袂出去，这生意做袂起来。第二个业务，平平到共一个所在来考察一个鞋仔的生意。鞋仔的市场，伊讲，伫遮有鞋仔穿的人真少，所以咧，若无鞋仔的人，一人买一双，即个市场是非常的大。这互咱知影，人人拢有两个选择，是要乐观来生活，也是要活地，但是真悲观看所有的代志。其实乐观、甲悲观、乐观、悲观，其实有真侪相像的所在，拢是去看未来。但是乐观看的是啥物？正面的可能性，亲像大迄个例，真侪人无鞋仔穿，所以咧，伫遮卖鞋仔，这市场真大。悲观看到的是啥物？悲观看到的是负面的可能性，所以咧，穿鞋仔要穿鞋仔的人真少，所以咧，这市场做袂起来。其实，咱讲乐观、悲观，拢加减讲出来的话，加减拢通参考，甚至。若伫即个即个学校讲到企业管理，有人讲即个故事其实无意义。为虾米？知影有市场，佮安怎？知影有市场，佮安怎？所以有人讲，若第二个业务看到市场真大，卖鞋仔生意通做，安尼就爱大声虾米？市场调查，爱去开始。来扎根，来起造迄个基础，所以咧，那即个业务不只是登去总公司报告讲，即个市场真大，生意通做，一定爱做。搁爱安怎？人讲建立人脉，所以咧，若一个真质的业务看到有市场，所以咧，就爱去找当地的政要，建立关系。安尼咧，以后市场通路要打通比较容易。过来咧，伊爱看到即个非洲即个国家，研究一下天气是怎样，甚至伊的涂骹是啥物形，这影响着啥物？若涂骹拢石头啊，安尼这下底爱较淡薄仔较定，爱较厚，当然袂当伤悬，伤悬真歹看。像讲迄个有政治人物为着看起来较悬，本身就164就167，为着要较悬，所以穿迄个增高垫，结果人看到伊的身材比例就奇怪，徛咧强要跋倒，人讲真无办。但是这是重要的，看到有市场，就爱去做进一步的工作，所以咧研究建立人脉，建立通路的可能。过来咧，研究市场，即个所在有啥物特色，所以产品爱有啥物变化，还是卖啥物产品，这影响。然后阁有真侪的物件通做，这就互咱看到，转来看圣经，罗马书8章28节到39节，探讨一个问题。基督徒要怎样面对种种负面的人事物？
佮会当由原保持正面的态度来活的。为什么拄拄讲迄个咧？看到有市场，看到鞋仔通卖去即个非洲即个国家，无够呀？因为咱常常听起有人甲咱口劝，啊，往正面看呐、你要转念呐、讲半步，大部分活伫悲观的生活态度的人，你愈甲伊讲，伊愈生气。你讲我嘛会晓啊，转念，大家拢讲转念，啊，敢有遐简单？无拄拄遐简单的。往好处想，大家拢讲真够讲，但是怎么往好处想？怎么转念？讲半步若无亲像大迄个第二个业务，伊搁进一步，讲有市场安尼，市场遐大，有市场的可能性。有将鞋仔大卖的可能性，安尼搁较进一步，安怎来互鞋仔卖会出去？伫即个非洲的国家，共款，保罗就进一步伫咱拄拄所读罗马书第8章28到39节，就讲一个咱要怎样？既然有即个可能性，安尼咱要怎样来活出来？所以。简单讲，咱拄拄所读的圣经经文，甲咱讲一个关键，就是咱毋是规工伫遐想靠咱家己有限的气力，怎样将负面转变正面？就亲像人常常的口渴，你要往好处想啦，你要转念啦，赶快袂使啦，转念，讲1000遍，有完。转不了念啊！对伫悲观的人来讲，你讲往好处想，讲半步，啊，人就是活伫迄个伊的世界中间，往好处想，即几字讲起来就简单，做起来要安怎？有啥物搁进一步会当改变？敢是讲哦，我靠我家己将负面。转换扭转，加做正面，常常是搁较歹。为什么？你想用人的方法嘛，扭转正面，所以你赢过人。我今仔日输互人，互我真伤心，所以我赢过人。你用人的方法，结果咧，常常就是拍歹关系，好逞强，叫做拍歹关系。后来是搁较陷落去。搁较大的悲观中间，保罗伫罗马书第8章28到39节，甲咱讲，咱敢是会当将咱的焦点放伫正确的事，靠伫一项正确的事，放伫一款咱已经有的一个事实中间。伊甲咱讲，这就是咱基督徒对伫基督。耶稣的愿望，对基督耶稣的愿望。这线接顶礼拜咱毋是讲着，讲啥物？咱的愿望根基伫倒位？咱的愿望根基伫倒位？上帝甲咱的关系，在恁敢会记住？咱的愿望在上帝甲咱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已经存在，这个关系是永远袂变。所以，大先咱来看《罗马书》8章28节，这是咱常常会引用的一个圣经经节。果咱在万项事三角来，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了的。万事互相效力啦，啊。这个有的译本新译本讲，万事都有益处，亲像咱的台语嘛是安尼讲。果咱在万项事三角来，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万项事得到利益，万项事拢有利益。但是讲实在话，真侪人是无办法接受，就是万项事拢有。
验，就算是基督徒，真侪也袂当避免有即款想法，讲哪有可能万行事拢有？为虾米即个世间有缘有悲剧会发生？即个咱的生命中间，其实各有真侪苦难，咱会有人所拄着，人所看到的失败，咱有时阵咱会艰苦，有时阵咱情绪会真无好，安尼，啥物叫做万行事拢有？啥物叫做万行事拢有？万事互相效益，这真侪人袂当理解。但是咱爱知影，保罗为虾米安尼讲？保罗为虾米安尼教咱？教咱万行事三角来，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保罗为虾米安尼教导咱？因为保罗伊家己就是经历过侪的苦难。伊面对过真严重的困病，亲像哥林多后书11章，保罗敢是安尼讲伊家己？伊讲伊为着传福音，受拐家、受逼迫、受刑罚，伊伫为着传福音，经历3遍的传难，经历过大水。面对过强盗，佮经历过枵饿病痛，伊为着传福音，无所在通，无固定的所在通住，居无定所。伊伫经历这一切了后，伊提醒咱，就是若要正面的来生活。用正面的人生观来生活，就是一定爱将焦点放伫上帝的主爱，甲上帝的大气力。反倒转，咱袂当干那看着，将焦点看伫咱家己有偌大的气力，咱家己耐性有偌大，通常愈看家己。用家己的气力、家己的即个收入来面对遮的人生的问题，通常都是反效果。就是因为安尼，咱基督的信仰是遮尔重要，因为即个社会教咱就是安怎，咱爱赢过别人。即个。社会教咱是啥物？咱有能力就爱互真侪人看会到。但是，咱即卖的社会，尤其网络的时代，真正真侪人为着迄个社群平台，别人甲你回应一句话，就伤心啊要害，就伫遐受气啊要害，所以规个心情，互迄个社群媒体。迄个网络社群底下影响，为虾米看重家己嘛？我要互人看到我真牛，我要比别人较强，结果反倒转是反效果。甚至，咱爱焦点伫上帝对咱的疼痛，甲伊的大气力，咱袂当。只是抱着一个观念，就是无论如何，代志拢会愈来愈好。这是一个虚空幻想，代志无论如何拢会愈来愈好。所以有人讲啊，毋免国防啊，对无？毋免国防嘛。但是咧，咱毋免国防，人愈欺负咱啊。歹处天愈来欺负咱啊！规工伫遐军演啊，规工伫遐即个飞行机啦、船啦，伫遐绕台，甲咱恐吓啊！有人讲啊，不要紧啊，咱表现善意，人家就会即个
敌对国家都会对我们展现善意，这叫做虚空幻想，不是这种态度啦，不是讲基督徒讲啊上帝听我啦，所以咧事情都会越来越好。圣经无安尼讲，圣经无安尼讲，咱看着经验，咱看着保罗真侪甲咱考劝咱，绝对毋是基督徒，啥物拢卖做，卖误会这项事。但是咱重点是咱的焦点放伫倒位？咱焦点到底是放伫上帝的听，上帝对咱的听，也是将焦点敢若放咱家己要比人较强。无错无错，保罗也经历过真侪艰苦，咱加减也有经历过痛苦，咱嘛捌拄着困难。但是当咱伫困难的时阵，当咱面对着别人看做歹的事的时阵，咱就莫忘记是咱爱提醒咱家己，就是上帝会互上美好的事对上无好的处境中间来发生。亲像咱的拯救，上帝拯救咱人类的灵魂是透过啥物？透过圣囝耶稣钉死伫十字架顶面来成就，因为上帝的权力是赢过死神，赢过罪恶，所以耶稣死过活。但是若无即个上无好的代志，耶稣钉死就袂有人类的拯救。上帝就是安尼。上帝的权能，上帝对咱的听，会当对上无好的处境中间，互上水、上美好的事来发生。所以，咱爱焦点伫上帝的听，我靠上帝的气力，然后用信心、勇气。搁掠掉着五万，靠着上帝的大气力，咱相信上帝会当对咱的艰苦中间来成就迄上美好的事。所以，保罗伫8章31节是安怎讲？伊讲上帝若为咱之水会对着咱，上帝若为咱之水会对着咱。咱知影上帝透过伊的慈悲疼痛，甲伊的怜悯，伊拣选咱，互咱成做伊的囝儿查某囝，并且用伊的圣神充满咱。虽然上帝的意念无拄拄是人所按算，咱爱相信，只要咱坚持伫信仰中间，上帝的意念、上帝的旨意是美好的。虽然讲伊的意念无拄拄是咱按算，无拄拄咱想讲安尼是好，上帝就爱照做，因为人算不如天来算，人算不如天算。同款上帝的意念，关过人的意念，上帝的旨意是既美好，是好过人所按算。咱就回想咱的过去，做真侪选择，可能迄当阵大家讲你选择是错误，但是行过了后，有可能同款是错误，但是咧，咱得着学习，咱已经不是同款迄个啥物拢毋知的人，咱得着经验，咱学着后一遍要怎样来选择，甚至咱更较大的耐心，
建立起来。过来，咱学习到凡事倚靠上帝，这就是上帝旨意的美好。当然，咱也常常是安尼，咱选择咱坚持的信仰。当然，也有时阵咱所按算的心想事成，因为上帝听咱，因为上帝的旨意伫行。但是无论如何，上帝的意念无拄就是照着人所按算。但是到最后行过了后，咱拢看会到上帝的旨意。咱爱知影，就算有时阵咱无拄看会出上帝的作为，但是咱回头看所行过的路，咱就发现上帝伫咱生命的中间一步一步在带领。上帝也互咱透过咱所经历的一切，互咱甲伊更较亲近。当然真重要的，咱顶礼拜讲过，人加减拢有背骨，有时阵是背骨咱家己。咱明明知影圣经安尼讲，但是咱就要照家己的意念来做，照家己的意思来做。所以，若安尼，袂当回头来讲上帝伫倒位，袂当回头来讲上帝离我真远，袂当回头讲啊，圣经教的拢是假的。咱莫袂记一顶礼拜讲，咱认为的好，反正无去做，啊，常常咱拢是，常常咱拢是。但是真重要的就是，咱若会当回头来检视咱所行过每一个路，每一个路点，望咱会当看出上帝旨意。看着这个图，咱就想到啥物？霸凌，最近这个霸凌的议题，常常人提起，这个民意代表，好野人。囡仔，伫学校被欺负人，后来咧，互人欺负人伤多，最后受欺负的人团结起来，真的就是咱讲这个歹代志来做。但是咱受到这个霸凌，咱就爱转来信仰来想，咱加减拢有捌伫学校啦，是职场，互人霸凌。咱敢有想过这个问题？那迄当阵有一个大哥，还是大姐头，伫背后甲我听，安尼你敢阁会惊人甲你霸凌？无可能啊！我后壁有我大哥咧，来安尼对待我安尼，还是我后壁有一大指头啊，也甲我听。上帝徛伫咱这边。其实就类似安尼，就亲像保罗讲的，若上帝离我，啥人要对应我？同款的道理，上帝徛伫咱这边，只有咱基督徒得到信心甲勇气，来面对不义，也面对着邪恶的势力。上帝伫咱这边。上帝伫咱这边，这句话也互咱基督徒会当得到行动力来改变世界，因为咱知影上帝旨意，咱爱行出来。既然上帝伫咱这边，咱就爱照伊的未来。我想信仰的实践，其实就是安尼，知影咱认为对。咱检视圣经，咱甲主内兄弟姊妹做伙来分享，咱认为这是对，就做落嘛，哪有需要讲遐济？做咧就是啊，
啊，咱即马常常诶，就啊考虑这考虑迄，结果到后来是安怎？父子骑驴反被遗弃，做这嘛毋对，做迄嘛毋对，然后咧，啊只有做一项代志，结果做即项代志，吼，众人笑，这叫做父子骑驴反被遗弃。其实，咱敢袂记即上帝是疼咱，咱敢袂记即上帝一遍一遍用伊诶话来提醒咱，咱敢袂记即？伫咱过去行过的路的中间，上帝每一个路站拢喺甲咱引带。伫罗马书8:35节，保罗安尼讲真侪会过断咱伫基督的疼，迄是患难，迄是困苦，迄是困着，迄是夭饿，迄是痛体。迄是危险，迄是来倒啊！这是要甲咱讲，真侪要过断咱伫基督的疼。保罗是希望咱回答啥物？无人会当安尼做啦，无人会过断咱伫基督的疼，无任何的代志会过断上帝的疼。各位兄弟。上帝用圣神充满咱，通过圣神甲咱同在，也时时刻刻扶持咱、帮助咱。这项事实是无任何的代志会当改变，这个事实无任何的代志会当改变。所以，各位兄弟，咱。伫面对任何的代志，咱做任何的代志，咱拢莫忘记上帝的疼，上帝的疼，上帝是疼咱的，上帝的慈悲疼痛，就亲像保罗伫罗马书8:38节所讲的，是安尼永远伫地，是安尼完全。这个世上无任何的人、代志、事物会当互咱甲上帝的疼来过。所以，各位兄弟，无错，咱无办法活亲像征服者。征服者是啥物？我来，我看到，我甲伊征服，叫征服。伫生活中间，伫事实中间，咱无可能永远做一个征服者，去驯服生命中间所有的歹事。哦，这世界现今上悬的手啊，30弹头较悬，哦，加州，啊，咱无可能变成一个征服者，凡事拢要去驯服。去控制，去扳倒咱伫生命中间所拄着的歹事，但是通过上帝疼咱对上帝的信心甲盼望，咱也熟悉着上帝的大气力，咱也体会着伊的同在，甲伊永远袂改变的慈悲疼痛。这互咱对伫即份关系，咱得到正面的生命态度。当然要怎样互上帝甲咱亲近，搁较亲近，即就咱家己生活中间，咱敢有要甲上帝亲近？即本圣经，咱编几遍一礼拜，中间编几遍。咱拄着代志是大声想着啥物，我要安怎做，也是会当亲像侪咱信仰前辈教咱的，大声来祈祷。有时阵咱听着一句我听啊袂爽的话，你是马上就拼落去，哇，也大生气，也是你想上帝爱我安怎反应？
上帝的话是怎样？拄着生气的代志，你是讲啊，我若无发脾气吼，我会互人看无啦。但是你会想讲，我真做一个基督徒，我到底是要安怎来反应？较是下伫上帝教咱的，定根伫咱甲上帝的关系，才会当互咱得到正面的生活态度，并且得到勇气甲信心，伫生活的中间来面对各样的挑战。所以，愿咱做伙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满心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使徒保罗，互阮知影，阮的愿望在伫你甲阮的关系，也因为你的疼痛，你的恩典，互阮会当成做你所疼的囝儿查某囝，也互阮因为安尼，愿面对着所有的代志，阮大声想到的，就是你疼阮。所以，就算别人看到的歹事，主啊，求主你的圣神提醒阮，互阮会当体会到。万项事发生伫阮的心上，拢是出对你的疼，你要互阮来得到利益。主啊，恳求上帝你互阮谦卑阮家己，因为有你的疼，阮屈低阮家己，阮无干那想着家己，阮是想着你的疼痛，你的旨意。你疼阮，你互阮面对所有的代志，拢成做一款学习，成过一款你的恩典祝福显明。主啊，有时阵阮信心丧失，有时阵阮感觉绝望。恳求上帝你的圣神提醒阮，提醒阮就是你对阮的疼是无任何的事物会改变。也恳求上帝你互阮会当用勇气甲信心来活，用对伫你的话，阮会当看万项事是用主你的旨意来看。无搁用阮家己的利益来判断代志，主啊，恳求上帝你时时刻刻看顾阮、保守阮、跟带领阮。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煞接要来收圣餐，咱先来报，请咱的主为来报。咱大声来吟圣诗356首。咱来吟第一站。
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记那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做伙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记那归向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耶稣讲：恁记那着我担当大的，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耶稣也讲：我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做伙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买迄面，有提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空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恁的是，着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过来。当主耶稣互人买迄暝，有提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摆设即个宴席，是照着你的命令来做的，是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主啊，阮谦卑恳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你的圣神也圣别才会摆设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通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你的保护。恳求上帝你，会当互阮透过你稳定的帮赞，互阮通成做你属灵的培养，也互阮会当成长伫你的稳定的中间。互阮日日时时刻刻拢通荣光主你的圣名，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请院长老甲监长老来服侍。来分饼，咱详细也做伙来记。圣诗366首，第1节、第2节。
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做伙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洗里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牛长老甲黄长老来捧杯。咱做伙来吟圣诗366首，第233。366首，第233。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洗里的。既然恁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请做伙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做伙伫咧。请咱做伙来祈祷。无所不能、无所不在，阁有无限疼痛的主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因为你是安尼疼我，你互阮有份通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阁互阮通因为领受圣餐，互阮明白你欢喜阮，你疼惜阮，也知影阮是你真正的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阮也彼此成做一体。恳求上帝你
互阮时时刻刻会记得，就是阮是领受你祝福忠实的信徒，阮也是你永远的国度的后裔。主啊，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主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持续这个圣洁的交通，互阮时时刻刻拢通荣光主你。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长老来收杯啊！长老，长老。条，请咱来唱回应的诗，圣诗118首，上帝为咱疼痛无变，啥人会对得咱？保守圣囝为咱来献万物白白互咱，这条咱起立来吟，圣诗118首。
这一碟咱要来奉献，来请民兵甲执事甲唱妹子来书献。咱即碟来报告，咱请县规招报来看报告事项。咱第一点，咱今日最中摆有举行圣餐，伫礼拜后咱要召开中集会，请中集来出席。伫咱教会操的班将伫即礼拜，过来礼拜六8月这8上午10点，伫教会礼拜堂来上课。第三点，咱教会野外礼拜将伫8月23主日来举行，地点伫新竹北部麦克田园吼。东港上午8点伫教会食坐辕车，预计伫东港晚餐进前会转来甲咱教会。报名每位人200，咱请兄弟姊妹唱妹执事来报名。我想咱即碟啊，咱就请民兵执事来，即摆来简单甲因介绍。各位兄弟平安，我即来补充报告吼，我顶礼拜四吼有去迄个北埔麦克田园吼，去先甲参观一下吼，迄个所在吼，游览车停落来吼，就差不多免50公尺啦，咱袂惊讲远，伊内底。树树啊，吼田园足济拢有顶仔骹吼，免惊讲会落雨，可能就是田树济吼，因为伊内底佫有饲一寡小动物啦，呢后尾带孙仔去的小朋友吼，伊后戏水池塘耍安尼啦，吼，可能就是讲黄文义啥物货吼，咱较准备一下，毋免惊讲会落雨，因为伊拢有顶仔骹，吼，咱要聚会啦，要活动吼，应该是拢无啥物问题，安尼，吼，以上报告。咱8点，咱而且8点出发，咱差不多9点外到，9点外，小可准备10点，咱聚会1点钟吼，咱就开始咱的活动，因为活动伊有，伊拢有足济项啦，咱要做粿啦，做迄个吼，就包括咱的食餐安尼，搁伫遐，有一寡小活动安尼。所以咱有定差不多会当到活人到3点外，咱当转来。因为迄天转来吼，交通因为拄好拄着礼拜日，所以交通会较迄个，所以咱时间有较长。咱原则上咱就是规定迄个时间，差不多6点进前到台北。以上报告。遮咱也特别感谢民兵即时的调援照所在，敢若迄天，敢若佫有南港教会嘛是共款伫迄天我想咱的人吼，咱要尽量出色，某个人唱4歌，因3台游览车吼。所以无要紧吼，我咧想这是真好吼，大家会当伫遐交流。带孙仔是足好，伊有小动物，有会当生水吼。
啊，特别我咧想，咱会到中秋的节目，咱会准备个防蚊液啦。哦，我想咱中秋爱准备一寡防蚊液，哦，甲一寡凉的饮料，这会到咱节目来补充毋茫咱也特别支持因为明明真辛苦，为着这伊也想真久因为咱人少，所以要办真困难所以咱毋茫咱尽量出色，因为伫出色内底，咱真诶就是侍奉，就是对咱教会圣工的分担互办诶人真有感觉，受尊重。毋茫咱伫祈祷中，咱互相来道第四。咱请教会兄弟踊跃来出席，要来拜五7点半新阳光的读经。第五，需要牧师探访甲举行家庭礼拜，兄弟姊妹，请甲牧师甲长职来安排。第六，咱后礼拜下礼拜日的讲道经文的内容，咱家己来看。咱来看倒边自为活动。咱礼拜日上午10点，咱主日的圣歌池的电唱是8点45。咱拜五暗有圣诞宫的查经7点半。咱即礼拜六有插花的插花班，咱上午10点。咱本场的圣诞宫伫创世纪咱家己来看。咱来看圣诞的事奉。咱今仔日来真感谢伟老师为咱来抒琴咱伫遮来感谢伊，带咱真好的敬拜。咱今仔交代是抒琴者甲平荣乡插花蒋老师甲青少时表演者。下礼拜讲到共款牧师、苏慧民兵指示、苏琴、牧师娘。领唱、信箱、书宪、杨执事甲秋妹执事，交代是社保制所长老，插花是插花班，青少是练琴者。咱顶礼拜奉献的收入咱家己来看，特别有留着，敢若是文昌兄的一个，因为迄大怪拄迄名无去所以我想咱后礼拜再补迄个钱有入来伫口座内底有入来所以这也真舒服真歹势。后来咱来看正评，咱来读即礼拜的经句罗马书第8章18节，佮咱知万项事三角来，互听上帝人得到利益，就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调的，请。佮咱知万项事三角来，互听上帝人得到利益，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调的。咱知万项事三角来，听上帝人得到利益。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调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8章。这粒请咱愿坐咧，咱互相来请安。即条咱来吟上用的，咱来吟圣诗387首。咱圣诗刷要请牧师祝祷。圣诗387，应讲归圣父、圣子，应讲圣子、圣神三位一体，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无穷无尽。阿门。请咱起立来吟。咱拢莫袂记住，就是上帝听咱，
伊听咱即个事实是任何代志拢袂改变的，所以咱也爱甲上帝搁较亲近，来正做咱面对逐项事的时阵，咱会当保持咱的信心，保持咱的勇气，搁互咱保持着盼望，因为上帝甲咱做伙伫地，上帝伫咱即边。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已经变照恁，让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护恁平安。阿门。阿门。